庆余年第2季大结局仅仅半月便匆匆结束，很多粉丝就问了，后面剧情还有那么多，第3季能完结吗？随着第2季以点映的方式完结，不少的观众也开始期待起了第3季。但是回过头来观看第2季的故事，却发现他讲了很多，却有什么东西都没讲。从范闲回到南境京都开始，就一直查探藤子京妻女的事情，甚至抱月楼的事情完全解除后，藤子京的妻女连个面都没露出来，甚至让人怀疑编剧是不是将这2个人给忘了，以及范闲也是不是忘了他究竟是为什么要查抱月楼的事情，而单单是处理抱月楼就直接耗费了大半的剧集进度。后面的庆国称为和范闲大婚以及悬空庙刺杀都压缩在了1半的剧集之内，甚至有些让人感觉进展过于急切了一些。虽然这些事情都讲了出来，却没有讲得很细致，以至于回想起来里面有什么经典的情节也都是无从去想了。如今第2季的情节也确实走到了下江南的时候了，但是却只是接收内裤的一个前提罢了，跟明家之间的正式对抗还没有展开，以及关于收服江南水师的事情也要放在第3季。甚至范闲击败明家的关键人物夏七飞，第2季中仅仅是出现了一个背影，这个人在原著中可是在范闲下江南的船中就出现过了。范闲能够顺利处理掉明家，夏七飞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如今的第2季给人的感觉就是讲了很多，却似乎不存在什么重点。甚至范闲和林婉儿的大婚还选择在晚上拜堂成亲，该有的婚礼场面是完全没能展现出来，属实是让大家没有看过瘾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第3季的故事中了。而按照目前剧集的进度来看，第3季的故事恐怕也无法将庆余年给讲述完毕。在原著的故事中，范闲下江南之后便是回到京都，开始跟李云瑞进行正式的对抗了。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中，李云瑞和李承乾2人私情的事情被范闲得知，从而引发了大东山之战。大东山之战也是整部作品中最为高潮的部分，天下4大宗师齐聚在大东山之巅展开决战，这个场面估计就算是第3季能够拍到，也需要大量的铺垫去进行描写，毕竟整个作品的精髓也就浓缩在这一战上了，所以第3季很有可能只拍摄到大东山之战就进行结束了。而大东山之战后，还有范闲前往东夷城去接管东夷城的事情。此时也就是陈平命之死，范闲从东夷城赶回来后跟庆帝决裂，然后跟海棠和王十三郎前去寻找神庙，在神庙之中找到五竹，将其带回，再度跟庆帝展开了决战。可以说后续的故事即便是压缩改编，可能也要拍摄1季才行。剧版庆余年的故事很可能要第4季或者第5季才能够正式的完结，第3季也只能将故事演绎1半左右吧。而第3季往后的故事也可能跟原著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因为猫腻曾在之前的采访中透露过，为了剧版的情节，他特意将范闲改为了天下唯一的大宗师。当然，这也是在解决完大 boss 庆帝之后的故事。原著的结尾中，即便是庆帝身死后，范闲也依旧只是保持着9品上的实力。不过，剧版第2季的结尾部分却也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，那就是范闲压根儿还没练习天一道功法，他的真气就已经恢复了。而真气的恢复还跟叶流云批的那一剑有着很大的关系，一剑斩楼。范闲亲眼见识到了大宗师的实力，也对大宗师的境界产生了向往。在第2季的结尾中，范闲跟叶流云和影子的一番对话就已经告诉了大家，他范闲也会向着大宗师的境界不断的努力。范闲说叶流云是大宗师也是人，是让范闲确认了其实大宗师跟寻常人没什么不同，都是有着自己的7情6欲，也不需要去放弃什么东西才行。之后又询问了影子一句，他们2人能否达到这个境界，影子则是说他可以，但范闲需要先恢复真气才行。也就是这一句话结束后，范闲的真气就彻底的恢复了。可以说编剧是直接让范闲踏上了庆帝当年的道路，练霸道真气导致了经脉逆行，受到重伤后一身真气消耗殆尽，但却也因祸得福，晋升到了大宗师的境界。原著中范闲是通过了天一道的修炼，重新回到了9品的境界，并且达到了9品上。现在看来，天一道是完全用不到去修炼了，范闲自身的霸道真气已经完全恢复。至于范闲是否会直接晋升大宗师，还是需要看编剧后续如何去进行修改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剧版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范闲跟庆帝之间的决战，而并非是庆帝跟五竹之间的决战。毕竟剧版塑造的是范闲这位主角，并不是五竹。要是范闲没有大宗师的实力的话，是完全不是庆帝的对手。毕竟9品跟大宗师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只有大宗师才能够去对战大宗师，并且2个大宗师对战也只有1个人能够活下来。剧版的范闲其实还是更为让人期待。好了，关于庆余年第2季之后的一些分析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